这是上主得胜的日子，我们要欢乐，我们要庆祝。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让我们从座位上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这个神，因为今天是主得胜的日子，我们要喜乐赞美他，阿们吗？阿们。一起来赞美他，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欣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欣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欣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我要赞美，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最大掌声给我们的天上主，哈利路亚，得胜的君王，哈利路亚，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今天是我们感谢你，就是你是宝座上得胜的君王，就是感谢你，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向主耶稣来祷告，也从祷告中得到力量，得到盼望。我们要用这首歌来赞美你，感谢你。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感觉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已
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加上医治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加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加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是加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加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是加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现在上帝，你是配得尊崇与荣耀的，我们在这边也满心的欢喜，与你的灵一起同在。主啊，我们将今天晚上献给你，求主你与我们一起在这边，我们在这边敬拜主你，也求主你看顾我们今晚都能够有满满的恩典以及感动。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要做信息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上帝被绑架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大甲妈祖绕境活动成了全台的焦点。这可以看到很多人人山人海。然后这个也是他们的专教底的这个活动。好，那为什么妈祖活动可以有这么多人，然后他们还要进行这样的活动？那就是因为他们民间信仰相信，进香呢就是犹如神明灵力的充电，由信徒随侍神明返回老庙或母庙，借以增添神明的灵力。在他们的信仰认知中，神像的灵力会随时间而慢慢消退，需要透过业主割火的仪式，定期回到祖庙拜见祖先，分香举火，以此方式把神圣的灵力重新带回所侍奉的庙，如此就促成了每年绕境的宗教大典。这就是为什么妈祖绕境的由来。那这次神格具象化呢，就是一个宗教的现象。它虽然说能够凝聚信众，营造万众一心的虔诚，但是也无形中也限缩神的能力，变得是人可以去掌控、去影响的。当然，我们在以色列的宗教信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也有同样的东西，它就是约柜。那类似妈祖的銮轿，
被视为具有上帝临在的神圣的地位。那这约柜的照片，说真的，应该都不是长这个样子，这都是根据圣经的记载，后人去做想象的去复制这样出来。当然该有的应该都有。例如上面那2只翅膀，那是基路伯。有些人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那约柜呢，是会幕的中心啊，约柜是神临在的地方。那也会指示以色列百姓要去前进的道路。那约柜是神圣的，它要放在会幕中的至圣所里面。用幔子将约柜遮住，只有亚伦和他的儿子方能那个蒙盖约柜。那其他的人就不可触摸约柜，甚至都不得看，以免遭逢死亡。那当圣殿完成以后呢，所罗门王知道约柜是神临在的地方，所以他就说，那个约柜所到之处都是圣地。那约柜呢，是代表以色列的战士，可以这么说，因为他降临为以色列百姓攻击敌人，战争的胜负都是操纵在他的手中，而约柜就是耶和华的临在。那他能够使仇敌四散，所以以色列百姓在战争中的时候，常常将约柜带到战场，希望能够得到上帝的帮助。但是当百姓弃离神的时候，神就不与有罪的人同在，纵使将约柜抬到战场，依然会打败仗。那约柜内存放的神圣物品，是要提醒以色列人，上帝曾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那约柜呢，就是见证神迹，见证神与上帝的立约。那在古代近东的传统，他们立约是要分成2份，分别交给所立的2方做见证。那这个时候，因为上帝他是信实的，所以上帝他把他自己的那一份同样交给以色列人来保管。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它会有2个石板，但是那个石板是正反两面，刻满10诫，然后是2个一模一样的石板。那约柜的石板是见证神跟百姓立约，这是永不改变，永远有效。那摩西临终前呢，还将律法的话抄写在书上，并且吩咐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的神约柜的旁边。所以在这边就可以见证以色列人有双重的见证，一个是约柜里面的石板，见证神的慈爱。虽然说百姓曾经背逆神，但是上帝对百姓的爱永远没有改变。那约柜也有律法书，见证神的公义。倘若百姓背逆神，必有祸患临到他们。那在约柜也常常代表神的座位。旧约圣经常用坐在2基路伯之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名称来形容神。那在约柜上有盖子的地方叫施恩座，那是神的座位，是他要与百姓相会的地方。像利未记16章2节就写到，他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那约柜也是代表神在旷野时候的引导。那当他们安营扎寨的时候，他们要约柜在中间，以色列人10个支派是围绕着约然后做同心的一个扎营的状况。这个时候就是表明以色列人的中心就是约柜。那云柱升起的时候，约柜要离开；云柱降下来的时候，约柜就要在那边安营扎寨。那起初约柜里面存放了2块刻有10诫的石板，之后还放入了装有玛纳金罐和亚伦那根发过芽的杖。但是金冠亚伦杖后来都被人拿走了。根据圣经记载，当约柜被搬到圣殿里时，里面并没有这2样东西。这都是圣经上面的记载。那
约柜里面那2块石板，在旧约的时候，就是只有这2块板而已，并没有说有其他的东西。但是到了新约的希伯来书的时候，就会看到里面的记载是说，约柜里面还有那个玛拿的金冠，跟亚伦那根发过芽的杖。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别？这是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诠释要放在我们人跟神之间会有更近的连结，他的中心在这里。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的差异？其实主要也是就是在说，我们新约跟旧约订立了之后，就会有所不一样。像原本旧约的盛放玛纳的罐，它是放在约柜外面，记载是这样。然后它是吃的东西，因为它是神所赐的东西，那人吃的一样会死亡。但是在新约里面，约柜里面是放有玛纳，这代表说它是属于属灵的玛纳。因为希伯来书作者陈述的时间，其实约柜早就不知所踪了。那为什么他还是这样写？他就是希望说，我们要吃的是属灵的玛纳。那亚伦的杖是之前是放在约柜之前，那亚伦的杖原本是死的，但是上帝让他从死中复活，然后开花结果，让以色列人民知道说，属灵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那只有蒙神拣选的人才能够被派任担任祭司的圣职。那新约这边就是在告诉我们，今日信徒能够借由被圣灵充满，神要赐给他们属灵的权柄，可以让他们医病赶鬼，并且能够放胆讲论神的道。这就是新约的不同。那金香炉呢，原本在旧约是只有在赎罪日由大祭司带金香炉进入至圣所向神祷告，只有大祭司可以1年1次进入至圣所替百姓祷告代求。那新约时期金香炉要进入会放入至圣所里面，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时，圣殿的幔子裂成2半，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们都能够坦然的进入至圣所里面。那我们就是这样子，可以直面的跟神来祷告这样子。那约柜有没有神奇的力量？是啊，约柜当然有神奇的力量，但是约柜能够等同于上帝的存在，或是具有神圣超越的能力吗？其实并没有。像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交战，以色列军队惨遭击败，然后约柜都被抢走。那对以色列人而言，约柜被抢走，就相当于上帝被绑架。可是我们要知道，约柜它有这些能力，不是在于约柜本身，而是在于上帝。上帝才是一切的能力的源头，他才是全知全能的神。那所以说，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攻打爱城的时候，虽然说约柜在营中，但是因为有一个以色列人不忠，所以说他们就吃了败仗。那他们尽管把约柜抬到战场，还是被以色列人打败，甚至最后还会被非利士人抢去。上帝就将要灾祸打击他们，直到非利士人把约柜送还给以色列人，灾祸才会停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都是圣经的这些记载。约柜有力量，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它绕着耶利哥城3圈，耶利哥城就倒了。那在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灵不在这里，约柜它就什么都不是。那今天的约柜还存在吗？其实第一次的圣殿，在公元前586年遭巴比伦人摧毁，抢走了全部器物，
那根据以斯拉记记载，取代巴比伦的波斯帝国塞鲁士王下令重建圣殿，他将巴比伦王从圣殿中拿走的所有物品归还他们，但是在这个圣殿当中没有约柜，因为在第一次圣殿摧毁后，约柜就不见了，就再也没有人看过它。那关于约柜的去向就有很多理论最流传甚广的就是说，一些犹太领袖在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把它藏得非常隐秘，把它藏好了，藏起来。所以说，至今都没有人知道它的下落。然后在1981年，好莱坞的经典电影《法柜骑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也就是因为这个典故去拍了这一部经典。当然了，那电影里面情节都是虚构的哈。那圣经说新约也就是凭耶稣的牺牲而订立的约，取代了跟约柜有关的约，所以就不需要约柜了。因此圣经预告终有一天约柜会不再存在，上帝的子民也不会想念他。这都是圣经中的记载。那约柜对于今天我们个人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其实约柜就是要提醒我们要以上帝的话语和教导为我们的生命指南。约柜提醒要以上帝的话，就是十诫，教导我们要如何爱上帝、爱人。当我们守上帝的道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生命的方向，并且找出正确的抉择。那我们也知道说，他常常提醒我们要常常寻求上帝的安慰跟保护。当面临生活中许多的困难的时候，上帝的同在就如同他们当初跟以色列人同在一样，与我们一起同在，保护我们，赐下平安跟安慰。那约柜呢，也提醒到说，我们要跟上帝要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很亲密的关系，上帝的灵也是不会同在。然后约柜还有一个点就是，约柜的那一根抬的杆子，它是从来不会被垂下来的。意思是说，随时云柱升上来的时候，约柜马上立刻就是得走，就是让所有人都要 stand by。那我们现在的人也是如此，我们要随时准备好，随时去呼应上帝的召唤，然后去跟随上帝的脚步。这是约柜要给我们所警醒的。那今天的教会呢，就是圣殿，教会就是大家庭，家庭就是小教会。上帝不只在礼拜中，同时也在家庭、职场，还有各个的角落。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去彰显隐藏在我们身边的约柜，并且去见证、传播，去活出福音。那上帝会因为约柜被抢而去失去荣耀吗？以利的媳妇亚哈尼的妻子在听到上帝的约柜被抢，丈夫的公公和丈夫都战死的消息时，突然阵痛，在生下孩子后也死了。临死前，他留下一句话：上帝的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因为上帝的约柜被抢走了。但是上帝会因着约柜被抢而失去荣耀吗？上帝他能够被绑架吗？所以神的荣耀是什么？神的荣耀就是神把他奇妙、伟大、美好、善良、智慧的本性，把它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神的荣耀。这是出埃及记的记载。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会幕是神居住的地方，那当然就会充满了神的荣光。所以神的荣光呢，就会包含了什么呢？神的会幕，还有神的创造、神的护理、神的审判跟神的拯救。那神的会幕里面呢，
他会摆设那些桌子啊、灯啊、香柜啊、香坛啊，还有那些柜子。它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然后比我们现在手上的手提电脑可能都比不上，我们手提电脑可能更精密。但是圣经说神的荣光充满了会幕，这就是在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最平凡的地方，最平凡的人和最平凡的事上，神都可以有最奇妙的作为，在最简单的器材上都可以彰显出神最大的荣耀来。在神的创造里面呢，就是一个是他原有的创造，另外一个是他重新创造的新天新地。所以我们在诗篇里面就常常会看到很多的赞美诗，例如说诗篇104篇24节，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或者是诗篇139篇14节所说的，我要称谢耶和华，因我所受造奇妙可畏。那我们无法去思索神创造的奥妙。当是神所创造我们人体的器官，就是以眼睛为例好了。我们现在市面上所有的光学仪器，还没有一个可以跟人的眼睛相媲美。虽然说你可能说那个什么哈勃望远镜啊，可以看很远很远，但是以精密性跟奇妙性来说，人的眼睛还是最神奇的。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说主啊，你怎么会把我造得这么的丑？我身高能不能再好一点？身材能不能再好一点？脸能不能够再漂亮一点？等等等等。其实我们当然可以向神求得更好，因为丑陋跟罪恶的事情，我们也是会感到遗憾。可是就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是绝对且独一的真善美，所以我们才会去说那些事情哪些是不真不善不美的东西。我们也是因着神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才有办法去评判哪些是属灵的，哪些不是属灵，哪些是神所喜悦的，哪些不是神所喜悦的。那神所喜悦的就是属于真善美里面的东西。那在神的护理里面，神在起初的管理，还有持续以及永远的看顾都是无微不至的，而且是尽善尽美的所以我们也要在圣经中看到圣经作者他就歌颂了很多奇妙管理的经文，但是也因为人的罪恶，神的荣耀好像暂时被亏欠了。例如罗马书3章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可是呢，神又因着他的拯救，使这个亏缺显出更大的荣耀。那神的荣耀虽然说被罪恶玷污，但是他也常常领导我们，让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可以使主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因为他荣耀的恩典，使我们时刻能够活出他的荣耀来。在神的审判里面呢，这是我们常常希望在别人身上看到，却不希望在自己身上看到。也就是说，我们很乐意看到别人的恶被神来审判，他的善良公义被神来嘉奖彰显，但是至于我们自己，却希望神放我们一马所以那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就亲眼看在红海边亲眼看到神的审判，埃及军队的覆灭，这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当然了，我们也不是为了说要泄愤，或是为了我们的自义而求神来伸张公义，或是审判其他的人。我们也不是为了求自保而求神多施行怜悯，免我们的债。我们也相信祈求神是他没有选择性的，在任何一个人事物上都有他全备的荣耀的公义的救恩。那在神的拯救上面呢，最大的荣耀就是
他赦罪的爱。他最大的荣耀就是不仅是创造了我们，在这罪恶充斥的时代里面，人免我们的罪，并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凌辱、受痛苦，使我们这些罪人可以活出神的荣耀。就像约翰福音3章17节里面所讲到的，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我们应该要很清楚的明白，罪人荣耀神的事情，绝对不是说我们能够做多大的事情，做多大的官，就有多大的地位，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且领受他所有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荣耀之事，就是他的赦免、拯救和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都知道自己不完美，在家庭、职场、教会生活中都有许多挑战和挣扎。感谢主，从许许多多见证人身上看见你只用愿意承认自己软弱有限，愿意全心倚靠跟随你的人。唯有如此，你的永恒真理、慈爱才能从蒙你复兴和改变的生命中流露出来，活出无穷无尽的恩典与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用这首歌来回应神对我们说的话。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慢慢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神灵就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能力。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高举双手赞美，失恋中仍向主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高举双手赞美，失恋中仍向主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我们现在来为世界、国家还有社会祷告。为世界的部分，俄乌战争消耗至今已经将近3年半了。那除了财产和性命的损失，更感受到和平的一个宝贵，但也让世人认清公义的重要。求主在全世界掌权，能充满上主的公义与和平。
为社会祷告的部分，丹纳斯台风对南台湾的重创仍然修复当中，特别是台电的抢修工作动员了3万多人次。昨天更传出有员工遭感电命危，求主保守每位救灾人员与受灾户能有主平安同在。为我们的国家祷告，国会乱象引发了大罢免，那将在7月26号交由民意决定，求主掌权，导正各种乱象，让民主国家的民主尊严得到彰显。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你是公义的主，主啊，你是主啊，在你里面是有和平，主啊，在你里面有导致乱象的，主啊，也是存在，主啊，愿你的公义临到这个世界上，也是各个国家的，主啊，像乌俄战争，主啊，最好是3年半，求你带领，求你止息这场战争，各国家，是每个人的民，提高你刚才在，主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作为人民的自由跟权利，也赐下良知去分辨正跟不正，公义与不义。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同心合意来到你面前，为着即将进行的罢免来向你恳求。主啊，你是公义的主，是审判的主，愿你亲自掌权，让这次罢免的行动能够顺利进行，使不适任、违背民意、忽视人民交托的立委，能借由宪法保障的罢免权利来罢免。愿台湾的国会能因此恢复秩序与良善的治理，使正义得以伸张，人民的声音可以被听见。主啊，我们也为这次风灾之后的灾情来向你呼求，求你亲自安慰所有受灾的百姓，因为在困苦中赐下力量与平安。求你让灾后的重建能迅速的展开，让停电的地区能够尽快恢复供电，使人们可以重建生活的正常秩序。特别为在前线这些努力的台电的员工祷告，愿你加添他们的智慧与体力，让他们工作顺利、安全无虞。求你保守他们的出入，也让人民能够因他们的付出而得着实际的帮助与鼓励。主啊，我们也为着目前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来祈祷。这场战争已经3年多了，造成无数的死伤跟迫害。愿主你施行你的公义，止息战乱，让列国明白和平有够的宝贵，让世人知道没有公义就没有真正的和平。求你掌管万国万民，在你的真理与公义行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虽然这个世界充满乱象，但我们知道你是真正的主，是和平的君，是世人希望的主。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台湾，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在此同心合意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为教会祷告，为迦南短宣队7月20号到27号的服事代祷，祈求上主与每位成员同在，出入平安且容神益能。为本主日下午的朗读比赛活动代祷，透过不同年龄层的参与，使大人小孩都能更加喜爱上帝赏赐的母语。
我们也为教会和协会的干事团代祷，全职有7位，兼职有4位，求主兼顾每位干事的身心灵及家庭。我们一起同声开口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你是迦南教会的主，主啊，还是要为教会祈求，主啊，一起来祷告，主啊，带领下个礼拜7月22到7月27号，主啊，今年的短宣队要到高雄的汉人长老教会来做短宣的服侍，主啊，他们要在那边展开英文的营会，吸引社区，吸引小港区的，就是孩童们或是家长们能够认识信仰。经过每个甚至是读书会的青年，或是童工，或是牧师、牧师们，这里的每个人，带领他们在熟悉或是在尝试做新事的时候，遇到做赐给他们力量，做准备的时候，做增加的信心，是要依靠你，是要来咱只是为着咱教会代志事工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阿罗你，因为你是差遣人也亲自同在主。这个时阵，阮同心来到你的面前，为教会各项的事工甲兄弟姊妹，向你摆设伫你的面前，仰望祈祷。主啊，阮特别为着将迦南底选的队伍7月20到27的服侍，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恳求主你亲自带领每一位队员的脚步，无论是伫你筹备，还是出发、服侍、甲往回每一时刻，你的同在拢无离开，成做因的帮衬，使因有一个合一的心智。有充足的体力，甲属天的智慧，互因所做的工，会当荣耀你的名，也真正是真做人的祝福。阮也为着本主日的台语朗读比赛的活动来仰望你，求你感动每一位参与者的心，无论是大人还是囡仔，拢伫朗读的中间感受你的话语的甘甜。甲母语的美好，互这场的活动不但是比赛，那是全教会一齐来敬拜、领受甲分享你恩典的时刻。主啊，阮也为着教会甲协会干事团队来祈祷，无论是全职的7位，还是兼职的4位，主你拢入捌因的辛劳甲忠心。求你亲自坚固因的心灵，保守因有健康的身体，有清醒的头脑甲喜乐的心灵，也祝福伫因的家庭，互因伫服侍中无孤单，伫生活中充满快乐甲愿望。主啊，你是阮教会的主宰，愿你的旨意成就伫阮的当中。继续使用你的教会甲全部的会友，真侪世上的光甲盐，活出你的英美，伫桃园这个城市来高举主你的名。阮安尼祈祷，是奉靠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刷甲，咱来为着教会集体，为着教会的肢体们来代祷。首先，我们要为胡莲珠姐，就是思雨的妈妈，那她因为标靶药的副作用，那有10天没有办法进食，那目前体重也在39点多公斤哦。那今天下午牧师跟教会的同工有去桃园医院去探访，那思雨说。莲珠姐今天有比较进步，好，那也感谢大家的代祷。那因为是癌症，好，那有扩散，那也要计划要转到安宁病房啊，好，但是还需要再做2周的观察。那思雨也请大家能够为他代祷，就是能够找到看护，
好，那因为思雨也在旁边照顾好，也请大家能够为连珠姐还有为思雨，为他们都能够有主的同在来祷告。第二个，我们要为邱美智姐，就是宜龙的姐姐来代祷。那美智姐上周身体不适，那有去医院检查，那初步的检查是肺部有恶性的肿瘤，那在这个礼拜二有住院，那今天也有到医院去探望美智姐啊。那美智姐的儿子从日本还有从美国，那也都陆陆续续回到台湾来，那也求上帝来看顾保守，让美智姐说感谢弟兄姐妹为她来祷告。那还有就是也请大家让他能够更加的有信心，能够心里面有平安，能够得着医治。第三是为邱敏的妈妈沈阿梅姐妹来祷告。那她也是癌症那是大肠癌4期，那转移到肝脏。上周我们有为她来代祷，那她现在大肠有切除60公分左右。那但是还是有转移，那今天也有到肿瘤科门诊，来讨论后续的处置方式。那阿梅姐，那她虽然觉得上帝一直要把她接回去，那她觉得她应该要去见上帝了，但是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那也求上帝还有上帝的保守，让阿梅姐还有全家人都能够有主的同在和看顾。那我们一起来为连珠姐、为美智姐、为阿梅姐，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他们来祷告。现在我被兄弟，阮这个时阵要为着连珠姐、思雨的妈妈来祈祷，也感谢你，和阮今日会当去到伫病院，来为伊祈祷，甲伊送守望。相信上帝，你要伫个心中来显出上帝你奇妙的作为，完全来主上帝，你来使阮看顾，也将溃烂、将活烂来手术予伊，会当来靠主来得胜，也当靠主来得到完全，所以无惊吓，也无拄着恶担当的事，主阮也将这个思雨要需要有看护来继续来照顾妈妈的这个过程，也求上帝。也甲伊同在，也听小组甲每一位兄弟代祷，阮也将美伫这伊拢交伫上帝你的手中，也特别甲伊的全家后生对日本、对美国甲登到伫台湾，拢会当有上帝你的看顾，全家拢会当来倚靠主，也相信上帝你所赏赐平安，要踮伫耶稣基督内面是超过阮所想会到的，愿上帝你的平安也充满伫美伫这心中，也互伊有主喜乐的心，就是得到上好的荣耀。阮也要为着阿妹姐，求上帝你也看顾阿妹姐，伊会当伫这段期间，搁一摆来交托仰望主，拢会当来听候主你的旨意，也愿上帝加添快乐伫全家大细心中。主愿将连珠姐、美智姐甲阿梅姐，将因拄到这的癌症，搁有这的癌细胞，搁有其他阮伫教会中间其他的兄弟姊妹伫这个癌症化疗，也是在继续在做治疗这些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家军的爸爸，或是秀凤姐，主每一位都交做主的手中，主求你继续来看顾、带领和保守。我们同心在主的面前献上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第四，我们要为曼双干事来代祷。好，那他在手腕的关节手术，大概需要有2个月的恢复，所以他只能够靠一只手。那他因为在恢复的当中脚有烫伤，所以他脚有起水泡，所以行走上也在恢复当中。那这礼拜已经回来教会的工作岗位上，但是还是需要大家的代祷。那李梅干事上礼拜鼻梁开刀，那今天早上也有去回诊，那回诊，那他的鼻盖骨是也是要一段时间的修复，那他现在都暂时住在树林妈妈家，所以我们也为李梅干事、曼双干事为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真的工作都在教会当中的财务部分，那是需要相当费神也费体力。我们也为喜乐小组的树理姐，在上周的白内障手术顺利，献上感恩，以及复原过程都能够有主同在，
也能够早日的康复。为显如兄，他是今天的白内障手术过程也都能够顺利，也求主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明亮的眼睛，身体就是眼睛就是灵魂的灯身体的灯让我们能够眼睛明亮光明。也为于安、玉婷，那他们今天到医院做催生，那刚才祷告会开始之前，就打电话确认还在催生当中，在林口长庚医院，那也求主保守生产过程都能够顺利，也能够母子均安。那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曼双、李梅、树理姐、显如兄，还有于安、玉婷夫妇，为他们同声一起开口来祷告。亲爱的爸爸兄弟，阮这时阵要为着教会的干事曼双加李梅，因的这个恢复，感谢你，也互伊会当更加平安，也拢会当完全的复原，互因伫教会服侍甲工作上，都会当继续来为主来做工，也为着受理者甲为着显如兄弟，因伫这个目睭的病来接，这个手术过程甲复原，都会当真顺遂，无透解，咱也为着于安甲玉婷夫妇因的这个牺牲上帝所收属的性命来祈祷，也愿上帝继续看顾，互伊会当真平安，就来将这个婴仔来出世，也会当有上帝你的祝福稳定满满伫这个家庭的心中，愿是阮的爸上帝，你也亲自来看顾，主愿感谢你，愿伫主你的面头前来献上阮的恳求甲祈祷，祈祷恳求拢是我靠耶稣基督信罪名来求，阿门。最后，咱为着咱家己个人，也是为着咱的身躯边，也是为着咱的厝内底的厝内的人，身体的软弱，也是欠缺来祈祷。搁一摆，咱也同计伫这个所在，大家同心合意祈祷，愿是阮的爸上帝将伊的平安，将伊的健康，也将伊的稳定享受伫咱大人的心中。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我们自己个人和我们家人，还有我们周遭小组员的身心灵的需要，一起来代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要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有一段祷告的时间，把我们自己的个人、身心灵，还有我们的家人、家庭，都交托在主人手中，也为着我们在教会的小组员，在小组里面的弟兄姐妹的代祷事项、感恩事项，主要我们都要排列交托在主的手中、主的面前。愿主垂听我们在这里的所求，也愿主成就你所看为善、看为美好的事情。主啊，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你是永远的大祭司，主啊，你把自己当作最美好的祭物来献上，成为那永远的祭、赎罪的祭。主啊，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愿上帝你使我们能够得着恩惠，能够得着连续，也能够得着帮助，也使我们的使我们能够再次靠主来重新得力，使我们能够靠主来得胜。你是我们的元帅，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主啊，使我们再一次顺服在你的旨意，也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常常祷告，也能够迫切祷告，也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更明白主你的一切的作为。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神的应许是丰盛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应许，阿们。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我们从头再一次，你仰脸保守，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将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
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我等候主，我相信。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够我过的，看见美好的许成就，全心全意敬拜。看见美好应许成就。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再一次说，看见美好应许成就，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亲爱的爸上帝，愿感谢你带领阮真同工兄弟姊妹，今日暗时会当来到伫教会，也是通过伫网络线顶，会当做伙伫遮同心合意来祈祷。主啊，阮知影过去你所创造的约柜，耶稣基督已经成做阮完全的救赎，阮无需要过来靠遮的玛纳，也无是过靠遮的阿伦伊所举发布衣的拐。也是靠上帝你的这个石板，阮所靠的是伫耶稣基督内面，互阮当得到救赎，永远的活命。主啊，你就是阮的保障，你就是阮的保护，你就是阮永远的倚靠。阮感谢你。这个时阵，阮也搁一摆将阮家己。阮的心灵、甲阮个人、阮的家庭、阮的教会、甲阮的社会、国家、甲整个世界，也要交伫主你的手中。愿上帝你所看最好的公义和平，会当继续伫这个世界大家乐来显现。也愿上帝你的恩惠甲平安，会当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上、甲生活中间，甲阮会当做伙。地地，主啊，求你也照你的丰盛的应允，赏赐福气互阮，特别伫病痛中间、软弱中间、欠缺中间、忧闷中间的兄弟姊妹，也求上帝你特别看顾甲保守，也是出外出国伫无伫阮中间的兄弟姊妹，也拢求上帝你也亲自来看顾，阮伫主的面前献上感谢。这个时阵，阮要做伙用主所教示阮的主祷文，要同齐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色今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用普阿声，就一切荣光来归给上帝。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能够用普阿声来感谢上帝，哈利路亚。咱今日祈祷会到这，好，咱要离开进前，咱互相请安，彼此来祝福，好，愿上帝。